老牌摇滚团体皇后 Queen 今天替主持人开天窗的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拉开序幕。选秀节目美国偶像出身的亚当·兰伯特担任主唱，飙唱经典歌曲 We Will Rock You。皇后接着再唱 We Are the Champions， 现场来宾无不起立鼓掌，伴唱，全场嗨翻。以皇后合唱团为背景的卖座强片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（Bohemian Rhapsody） 本届共入围5项奥斯卡奖，包括最佳影片大奖。今天登台的除了37岁的亚当·兰伯特 （Adam Lambert）， 还有皇后元老级成员吉他手布莱恩·梅 （Brian May） 和鼓手罗杰·泰勒 （Roger Taylor）。71岁的布莱恩·梅更在好莱坞最热闹的这场盛宴中飙了一段独奏。亚当·兰伯特自2011年起随皇后巡回，取代已故的传奇主唱弗莱迪·莫裘瑞 （Freddie Mercury）。中央社